我記得讀中學嘅時候，中文科其中一課嘅課文使用嘅係一篇叫做《習慣說》嘅文章，帶俾我好深嘅印象。呢篇文章所講嘅係作者喺佢青年時期一段後嚟令佢帶嚟好多反思嘅經歷。作者嘅書房裏邊有一個好細凹陷嘅地方，當佢喺房裏邊讀書行嚟行去嘅時候，每次都會俾呢個嘅小坑絆跌一下，好唔舒服。只不過過咗一段嘅時間，佢竟然習慣咗，反而不復知其為窪也，即係唔再覺得呢個係一個嘅坑。直到有一日，佢父親將嗰個嘅坑填平咗，作者再走過嗰個位置嘅時候，踩咗喺嗰個已經變為平坦嘅地面上邊，佢反而感覺嗰個地方好似凸起咗，反而感到唔習慣，更加差一啲，俾嗰個平坦嘅地方絆跌。作者因此感嘆，佢話君子之學歸乎慎始。呢篇文章讓我哋睇見人性當中對一啲其實可能係唔正確嘅事，會有一啲嘅適應力，甚至會係一啲嘅麻木感。一啲起初令人感覺到唔舒服、不安，甚至係偏差嘅壞習慣，只要俾足夠嘅時間同埋重複性，人就會慢慢變得習以為常，甚至去到最後，嗰啲正確平坦嘅道路反而變成令人覺得唔舒服，甚至係抗拒嘅阻礙。而嗰啲其實係危險，會棘低人嘅坑，卻成為咗人視為理所當然嘅常態。而呢啲嘅壞習慣，好容易就讓人發展出死性嚟，而呢啲死性係好難改嘅。呢啲死性往往唔係一朝一夕忽然之間爆出嚟，而係經歷人無數嘅妥協，一次又一次對錯誤嘅習慣變成自然，覺得冇所謂啦，同埋拖延嗰啲糾正嘅機會，最終就喺日子有功之下發展出嚟一種嘅第二本性。當罪惡或者私慾沉澱成為一種嘅習慣，佢就從一啲外在嘅行為選擇滲透並且鎖死入咗人嘅內在生命。去到呢個地步，人唔單止喪失咗選擇行善嘅自由，甚至連承認自己走喺個坑裏邊嘅醒覺都喪失正盡。面對呢種根深蒂固嘅死性，乜嘢提醒同埋教導往往都會變得軟弱無力。習慣嘅建立其實係經過一段好長嘅時間，所以如果要改呢啲嘅壞習慣，同樣都需要極大嘅努力，甚至係痛苦添。昔日以色列人從與神立約，去到最後變成背約，甚至係惡貫滿盈，耶和華就形容佢哋呢啲變咗做習慣。咁到底佢哋最後要點樣改咗呢啲喺信仰裏邊嘅壞習慣呢？耶利米書13章1至27節。耶和華對我如此說：你去買一根麻布帶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華的話買了一根帶子束腰。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我說：要拿着你所買的腰帶，就是你腰上的帶子，起來往幼發拉底河去，將腰帶藏在那裏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華所吩咐我的，將腰帶藏在幼發拉底河邊。過了多日，耶和華對我說：你起來，往幼發拉底河去，將我吩咐你藏在那裏的腰帶取出來。我就往幼發拉底河去，將腰帶從我所藏的地方刨出來，見腰帶已經變壞，毫無用了。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耶和華如此說，我必照樣敗壞猶大的驕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驕傲。這惡民不肯聽我的話，按自己頑梗的心而行，隨從別神，侍奉敬拜，他們也必像這腰帶變為無用。耶和華說：腰帶怎樣緊貼人腰，照樣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猶大全家緊貼我，好叫他們屬我為子民，使我得名聲，
得頌讚，得榮耀。他們卻不肯聽，所以你要去對他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各壇都要盛滿了酒。他們必對你說：我們豈不確知各壇都要盛滿了酒呢？你就要對他們說：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使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衛寶座的君王和祭司與先知，並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耶和華說：我要使他們彼此相碰，就是父與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憐，不顧惜，不憐憫，以致滅絕他們。你們當聽，當側耳而聽，不要驕傲，因為耶和華已經說了。耶和華你們的神未使黑暗來到，你們的腳未在昏暗山上絆跌之先，當將榮耀歸給他，免得你們盼望光明，他使光明變為死蔭，成為幽暗。你們若不聽這話，我必因你們的驕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淚，因為耶和華的群眾被擄去了。你要對君王和太后說：你們當自卑，坐在下邊，因你們的頭巾，就是你們的華冠，已經脫落了。南方的城盡都關閉，無人開放，猶大全被擄掠，且擄掠淨盡。你們要舉目觀看從北方來的人，先前賜給你的群眾，就是你佳美的群眾，如今在哪裏呢？耶和華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為首，克制你，那時你還有什麼話說呢？痛苦豈不將你抓住，像難產的婦人嗎？你若心裏說：這一切事為何臨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腳跟受傷，是因你的罪孽甚多。古實人豈能改變皮膚呢？豹豈能改變斑點呢？若能，你們這習慣行惡的便能行善了。所以我必用曠野的風吹散他們，像吹過的碎秸一樣。耶和華說：這是你所當得的，是我量給你的分，因為你忘記我，倚靠虛假。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臉上，顯出你的醜陋。你那些可憎惡之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發私聲、做淫亂的事，我都看見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禍了！你不肯潔淨，還要到幾時呢？尋日我哋讀到先知耶利米因着耶和華告知佢嘅同鄉將要因為佢帶嚟耶和華警告嘅先知預言而起咗殺機，令耶利米感到好困惑，更加因此要同耶和華理論。但係最後耶和華冇將耶利米唔明白嘅地方作出解釋，反而藉住呢次嘅理論嚟讓耶利米明白呢啲事情對於佢侍奉生命嘅屬靈意義。我相信耶和華係為咗要令耶利米透過呢啲嘅事情嚟磨練佢嘅心智，從而可以準備好同以色列人去面對嗰個將要來臨前所未有嘅大艱難，好讓耶利米能夠喺亡國真實來臨嘅嗰一刻可以站立得穩，並深深知道耶和華喺呢啲大難當中仍懷住佢嘅憐憫，叫以色列人喺耶和華所施嘅重約當中，都可以從耶利米裏邊去得到回轉嘅盼望。相信耶和華透過嗰段跟跑嘅比喻裏邊，向耶利米作出嘅提醒同教導，
已經喺耶利米嘅先知侍奉生命上邊起咗作用，並已經讓佢做好準備。所以嚟到今日嘅第13章，耶和華就要耶利米起嚟去行動。然而耶和華吩咐耶利米做嘅第一件事，唔係直接前往耶路撒冷宣講亡國嘅宣告，而係先去進行咗一個先知式行動 （prophetic acts）。非常特別嘅係呢段經文好仔細咁記載咗呢個行動，係一個分開3個階段嘅行動：買腰帶束腰，然後將腰帶放到去老遠嘅幼發拉底河。要留意呢個係2河流域之中其中一條河，亦即係巴比倫帝國之所在。之後再喺等了多日之後，再將嗰個已經腐爛嘅腰帶走翻去嗰度攞出嚟。我相信呢個先知式行動有別於其他嘅先知式行動，並唔係為咗要讓以色列人睇見，而係要讓耶利米對嗰個將要發生喺耶路撒冷嘅事得到更深切嘅明白，從而讓耶利米嘅宣告變得更加有力。所以喺呢個先知式行動之後，耶和華先至將嗰個酒壇嘅比喻話俾耶利米知，更加將猶大同埋耶路撒冷嘅人聽到嗰個宣告之後，佢哋嗰個鬼唔知咩嘅回應都話咗俾耶利米知，好讓佢有心理準備嚟宣告嗰個極為羞辱嘅警告。適宜已經將呢段比喻作出詳細嘅解釋，所以喺呢度就唔再重複。但係要留意一點，就係喺耶和華宣告猶大同耶路撒冷將要面對嗰個極為羞辱嘅後果之後，就講咗一句好似死性不改咁嘅比喻。佢用咗古實人嘅皮膚同埋豹嘅斑點去作比喻，嚟指明佢嘅子民已經習慣咗去行惡。而呢個正正對應咗耶利米喺嗰個先知行動裏邊等了多日之後嗰個腰帶腐爛嘅異象，即係話嗰個係一段好長時間發展出嚟嘅行惡習慣。所以要去改正，除咗同樣要花時間之外，更加要用重藥嚟作醫治。難怪耶和華喺講出呢個比喻之後，就再次將嗰個羞辱去重提，更加喺最後好似慨嘆咁問咗一句：你不肯潔淨，還要到幾時呢？其實習慣係有好習慣同埋壞習慣，好習慣我哋要持守，壞習慣我哋要戒除。另外，除咗生活上我哋會有唔同嘅習慣之外，我哋嘅屬靈生命其實都會有唔同嘅習慣。屬靈生命嘅好習慣會促進我哋同神嘅關係，讓我哋嘅屬靈生命健康成長。但係屬靈生命嘅壞習慣卻會令我哋嘅屬靈生命落入危機，與神疏遠，聽唔見聖靈嘅提醒，甚至變成咗習慣行惡。今日我哋係咪要檢視一下？我哋嘅屬靈生命係咪有一啲嘅壞習慣，係我哋要留意，喺變成死性、變得腐爛之前，就要好好咁去處理，並被耶和華醫治嘅呢？而家讓我哋安靜，檢視一下你現在嘅屬靈生命到底有啲乜嘢習慣，嗰啲係好習慣定係壞習慣啊？如果你真係有屬靈嘅壞習慣，而家就嚟求神幫助，甚至求佢醫治，讓你能夠脫離，不致變成咗死性。讓我哋同心禱告啊！主啊，若果今日我哋嘅屬靈生命有壞習慣，求聖靈喺我哋心裏邊切切提醒我哋，叫我哋醒覺，決意戒除呢啲惡習，好叫我哋離開嗰啲叫我哋唔聽你嘅話，甚至叫我哋遠離你趨向惡嘅意念，幫助我哋建立好嘅屬靈習慣，天天親近你，被你嘅話提醒，生命得潔淨，
可以成為榮耀你嘅子民。我哋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門。